我哋嘅身體衰老或不堪使用，就會開始經歷生命死亡嘅第一個階段——身體死亡。首先要釐清，身體嘅死亡並非生命嘅終結，而係能量嘅轉化。從觀點嚟睇，我哋嘅肉身就好似一個小小嘅宇宙，係由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呢五大元素所組成。當死亡來臨時，呢一場轉變就係一個自然且規律嘅過程。我哋體內嘅小五大元素將會逐步溶解，回歸到大自然中嘅五大元素裏。呢個並非一個恐怖嘅崩壞過程，而係一場莊嚴且必然嘅能量回歸。理解呢一個過程，能夠幫助我哋唔再因未知而感到恐懼，而係能夠以平靜嘅心態，覺知並安然咁走完身體嘅最後一段旅程。當我哋嘅身體經歷五大元素回歸嘅過程嘅時候，會產生一系列規律且獨特嘅身心變化。了解呢啲現象，能夠幫助我哋喺臨終嘅時候保持覺知，減少恐懼。坐禪係一種穩固內在嘅力量，俾你嘅心能夠安住不亂。而喺面對人生轉場嘅時候，正係檢驗你坐禪功夫嘅終極時刻。每個人天生具備，只係被雜念覆蓋。活着嘅時候好似挖礦咁鍛煉，越修越穩。死亡來臨時，就係檢驗係咪真能安住嘅時刻。熟練後，臨終就能安然面對，不被恐懼同妄念帶走。因此，活着嘅每一念都係喺度為死亡嘅坐禪做準備。當你平時能夠俾心靜落嚟，保持穩定，你就能夠確保喺生命轉場嘅時候走得安穩、自在、圓滿。鍾意我哋頻道，請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同埋開啟小鈴鐺。